撳掣彈出信息，填表自動檢查，呢啲全部都係靠 JavaScript 嘅。JavaScript 係一種程式語言，主要用嚟幫網頁加添互動功能。如果 HTML 係骨架，CSS 係靚衫，咁 JS 就係令網頁行得走得嘅靈魂。佢可以即時回應用戶嘅動作，例如你畫鼠指住或者冚落去嗰陣，仲可以動態改網頁內容，唔使重新再入就可以換字或者換圖。填表打錯密碼，JS 會第一時間提你，呢個就係表單驗證啦。佢仲可以整靚動畫，甚至喺背後同伺服器靜雞交換數據。JS 係客戶端腳本語言，即係直接喺你部電腦嘅瀏覽器入邊行，咁樣做反應就最快啦，因為唔需要下下等伺服器俾反應。基本語法方面，我哋會用 var、let 同 const 嚟宣告變數，記住資料，仲有 if-else 做判斷，for 同 while 做回圈，同埋用 function 包裝功能。了解 JS 嘅基本概念，對你明白現代網頁點樣運作真係好有幫助嘅。